我哋咧有兩個好重要課程，一個咧就叫葡萄酒推廣員課程，另一個咧就叫試酒員基礎證書課程啦。咁兩個咧都好專業嘅。咁究竟點樣分法好啊？咁如果你自己本身喺餐飲裏邊有興趣多啲，想學下餐飲禮儀啊，一啲嘅餐場所裏邊嘅工作嘅話咧，我覺得試酒員咧好適合你啦。咁如果你覺得我都未必想喺餐飲嗰邊發展，我想係一啲做啲推廣啊，做一啲咧同人講多啲嘢嘅，即係識下啲市場學啊，一啲嘅銷售嘅話咧，我覺得咧推廣員咧就絕對啱啦。咁裏邊課程其實大概咧大家涵蓋嘅知識咧都好類似，關於酒類嘅知識，但係喺另外一個領域裏邊咧，我哋有啲叫做實習嘅時候嚟講咧就好唔同啦。喺一個試酒員裏邊嚟講咧係好專業嘅餐飲世界裏邊嘅，等你要模擬成個餐廳咧點樣去運作。咁而推廣員嚟講咧，又喺推廣員嘅嗰部分啦，淨係咧學話俾你聽點樣去談吐啦，點樣去銷售。